大家好，我係梁慧珊律師，喺美國加州執業。呢一個網上節目法庭有驚喜係一個渠道，俾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個人律師生涯裏面嘅經歷。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令我意想不到嘅法庭判詞，亦都係一個令被告百思不得其解嘅判決。喺北加州某一個大城市，有一宗小額錢債上訴案。小額錢債嘅第一庭唔准許有律師，但係上訴案就可以。上訴案會有一個新嘅法官重新聽取原告同被告嘅陳詞。呢一宗案件係有關於售賣舊車。一對夫婦賣咗一部售價3000蚊嘅舊車俾一個女人，而呢一個女人就買呢一部舊車俾佢喺南加讀書嘅仔。經過咗2次試車，呢一個女人俾錢買咗部車，然後佢個仔就將架車從北加州開到南加州，車程最少有6個鐘頭。之後部車嘅機件出現故障，然後呢一個買家亦都為車換咗火嘴。之後上網查閱汽車嘅記錄，發現車之前曾經有事故，但就唔知道事故嘅詳情。於是買家要求賣家夫婦賠償，但賣家認為唔合理，因為佢哋喺當時已經使用咗汽車2個星期，而且賣舊車嘅規矩係 as is， 即係按照現狀出售。之後買家就告上小額錢債法庭，要求索償8000蚊。點解會係8000蚊呢？除咗3000蚊嘅車價之外，仲有個仔由南加飛去北加嘅飛機票，來回機場嘅車費，個仔返唔到工嘅損失，喺修車行更換火嘴嘅費用，仲有加上2500蚊精神壓力賠償。買家話個仔開住有機件故障嘅汽車，令佢非常擔心，瞓唔到覺。喺第一庭原審，賣家冇準備任何嘅文件或者陳述，因為佢身邊嘅朋友都覺得佢哋係必勝無疑，佢哋只係打算循例咁喺法庭度出現一下，就會將事情解決。結果佢哋輸咗，於是佢哋聘請律師上訴，然後根據邏輯同埋修車業內人士嘅建議，對指控逐一擊破。第一，買家聲稱賣家夫婦冇通知佢汽車曾經報廢，但係賣家夫婦堅稱話有，一個話有，一個話冇，順理成章。最佳方法就係睇文件。佢哋有附上一份 DMV 發出嘅車主證，顯示汽車係報廢，但係經過修理之後，通過咗 DMV 要求嘅各項檢查之後，已經可以獲得批准喺路上行駛。有咗呢份文件，賣家夫婦對官司充滿信心。第二，賣舊車嘅慣例係 as is， 即係按照現狀出售。買家已經試過車，知道汽車係冇問題，但由北加開車到南加，汽車出問題。賣家夫婦認為係長途車程對呢一部舊車造成嚴重損耗，而唔係汽車本身出問題。最後，法官表達咗佢唔同嘅睇法。法官引用咗一項汽車條例，指出喺賣舊車嘅時候，對於曾經係報廢 total loss 嘅汽車，賣家必須向買家披露。由於買賣雙方冇簽訂到披露文件，買家又否認賣家曾經講過汽車係報廢之後獲拯救重生。法官最後選擇相信買家，即係當買家冇講過。雖然 DMV 文件嘅右上角已經清楚列明汽車係曾經報廢，法官又冇當 DMV 文件係正式嘅披露文件，令到賣家夫婦百思不得其解。最後裁定呢一次交易有欺詐成分，賣家夫婦要賠償8000蚊。法官嘅判詞仲話，唔好以為出售汽車講咗 as is 就等同可以置身事外，無需負責。呢一個結論令到買家意想不到，原來 as is 按照現狀出售並唔係可以保障買家免被追究嘅條款，反而會被理解為係人嘅包裝，同埋唔好以為咁樣講就可以逃避責任。呢一個係對 as is 嘅一個新解讀。換句話講，as is 聲明係咪唔講好過講呢？
賣家亦都同從事修車嘅業內人士傾過，佢哋都認為買家開車路程長，自己對舊車造成損害，然後推卸責任。而且賣家提供咗政府部門發出嘅車主證，已經顯示車輛係曾經報廢，咁又何來有隱瞞嘅嫌疑呢？仲有網上世界資訊發達，基本上所有汽車嘅歷史都可以揾到，但你自己有冇揾又係另外一回事。總之，汽車碰撞喺資訊發達嘅年代，點樣都唔會係秘密。呢一個法庭嘅決定就顯示咗日常生活嘅邏輯思維喺法庭上可以係完全用唔着。不過凡事有兩面，對於呢一對賣舊車嘅夫婦，我覺得有兩點佢哋做得唔夠好。第一，賣家一直形容導致報廢嘅事故係刮花，唔係碰撞。喺保險公司嘅標準嚟講，車撞車已經算係撞車事故。但係賣家嘅理解就係兩部車同時喺行駛當中強烈碰撞先至算係撞車。而佢哋嘅車係喺靜止嘅狀態之下，被動咁俾另外一部車撞，咁所以喺賣家問佢車有冇撞過嘅時候，佢哋就話冇碰撞，只係刮花。佢哋似乎只係用詞不當，呢一點就令到買家覺得佢哋唔老實。第二個錯誤係賣家喺賣車嘅時候冇同對方簽訂證明披露汽車歷史之類嘅文件，咁到事件鬧上法庭，一個話有講，一個話冇講，根本無從證明。喺呢一宗案件，我得到嘅啟發係，對於低價嘅舊車，其實你可以選擇捐出嚟，或者贈送俾朋友。如果你係選擇賣出嚟嘅話，無論價錢有幾低，同買家有幾熟，必須做足程序，所有聲明都要白紙黑字，免得對方講大話或者忘記，又或者喺法庭度否認。如果賣舊車只係可以換嚟幾千蚊嘅收入，係唔係值得為咗幾千蚊去冒險面對喺事後被追討各種問題嘅責任呢？畢竟汽車喺賣出之後發生乜嘢問題已經超出賣家嘅控制，或者可以索性將舊車賣俾車行，然後再加錢換新車。價錢雖然未必咁理想，但係車行對汽車熟悉，最少你喺事後被指欺詐嘅機會都唔大。尤其係嗰啲講嘢不善辭令嘅人，熟悉你嘅人就知道你表達能力欠佳，詞不達意，但係唔熟悉你嘅人就會理解為有心瞞騙。我係梁偉珊律師，喺下一次嘅法庭有驚喜節目裏面，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嘅經歷。